Hi，錄影嘅時間係2026年1月31號星期六本地時間19:44。商台真係易死，係因為過去呢幾日啊，我Facebook 嗰度咧就突然間推送咗咧好多 DJ 專欄。好啦，先睇下呢幾張圖先。即係會唔會因為睇完啲呢咁嘅 DJ 寫嘅嘢之後，就會產生濃厚嘅興趣同衝動？哎呀，我要打開個收音機，準時收聽。以郭明輝為例，我保證啊，佢交稿嘅嗰份稿啊，除咗係愛嚟成為881903呢個 fan page 裏邊嘅內容之外，佢從來唔會出現嘅。佢唔會翻廣播道3號，真係帶住個 headset，然後喺度推個咪，唔會嘅，一雞兩味嘅。哇！寫完之後，跟住我咪錄咯，錄完之後嗱，文字同埋個 audio 檔案，咁我掉俾可能翻去唔知阿余定係 Jeremy 啊，定係陸仔做我撈啊，唔知啦。你自己 at 啦，幫我夾隻音樂啦咁樣，咁咯。其他嗰啲 DJ 專欄嗰啲 DJ 會唔會用同樣嘅方法咩？唔知，因為冇聽。但係阿郭一定會咁做，我保證。如果我喺 Facebook 睇完啲字，我打開個收音機，我聽到阿郭錄翻呢啲字俾我聽嘅話，我中一次計嘅啫，我唔會中兩次計嘅。咁呢啲文字喺個 Facebook 裏邊推送俾其他人，達到嗰個效果係乜啊？